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，行政院伫早起正式来提出着复议案，甲专案送回立法院重新来包括。行政院讲，无合理的门槛会对宪法法庭的运作造成着实质的影响。国民党团是来呛声讲，会封杀好决。 宪法诉讼法第4条、第30条以及第95条条文有窒碍难行之处，呈请总统核可后，移请立法院复议。那被下杀的宪诉法都算三读通过，不过政院搁一摆提出复议，都要决定回到立院表决。用不合理的门槛对宪法法庭的运作造成实质的影响。那么院长也再次强调，行政院作为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，有责任捍卫宪政秩序。如果说只是把复议当成是一个拖延法案施行的手段，那个人是认为非常不智的一个举动。回应总统元旦谈会所讲的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，若非反点名，要偌全条赶紧提出新的大法官人选。宪法法庭特别总规走错，只是若被有定释出优势。另外讲，若是复议无通过，就要申请释宪。现在立法权升到司法院去了，那这种状况下，民进党当然要穷尽一切的可以法制上，我们可能会提复议甚至在诉诸宪法法庭来做一个裁判。如果它没有生效，它不是法律，它如何可以被当作拿去释宪的一个法律？它就不是法律，生效以后才成为法律。我想司法部门也不应该越俎代庖，越过这一条线。国民党释宪能赢先接招，不过要过半，民众党阁爱8张票。赶快提出符合人民会帮你鼓掌的大法官。老实讲，复议案现在到立法院也过不了，为什么要提呢？两个自说出攻防手段，调查分清也未会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